為一個建築師，一直以嚟我都有一個夢想，就係希望我設計嘅建築物應該係綠油油、有生氣、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規劃師，城市規劃係一個佈局藍圖，建築係當中組成嘅關鍵，應該同社區環境融合。要實現佢哋嘅夢想，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區域供冷系統啦。就以整個啟德體育園同 ASI 呢類大型商業建築為例，都用緊我哋嘅區域供冷系統，空調運作成本大幅減低，仲提供更多綠化嘅空間俾大眾。而家成個啟德更涼爽，無論嚟行街、睇 show 定運動都更舒適。建築物同環境真正融合，唔再係紙上談兵。區域供冷系統嘅能源效益較傳統氣冷式空調高35%，建築物設計又有更多彈性，而喺集中管理下，運營同維護亦更具經濟優勢。區域供冷採用咗共享設施嘅概念，只要採取靈活投資，配合社會發展嘅需求，就可以降低建設成本同埋使用費。咁綠色環境同埋企業投資從此雙贏。除咗啟德之外咧，區域供冷已經喺香港、內地以至全球多地廣泛應用，足以證明區域供冷嘅技術咧能夠適應唔同嘅地域環境同埋供冷嘅需求。未來北部都會區嘅產業園同埋大型嘅發展項目咧，都適合採用區域供冷。政府將會提供支援，包括樓面面積嘅豁免啦，同埋稅務優惠等，推動企業廣泛應用。而機電工程署咧，亦都會提供技術嘅支援，同業界分享創新科技嘅應用成果，攜手咧邁向香港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嘅目標。